各位朋友，我係文峰，講命你有冇見過呢種人？一世人老實，一世人是底，遇到事從來唔爭唔搶，結果去到最難捱嘅關頭，總有貴人拉佢一把，埋又開心。你問佢你邊度有咁好運氣，佢自己都講唔清。呢份貴人緣到底從邊度來？今日我就將呢個秘密話俾你知。我發覺佢哋有一個共通點，埋又開心。而且呢個共通點，你而家即刻可以喺自己身上睇到。男士請伸出左手，女士請伸出右手，手掌朝天，5隻手指自然放鬆平埋。你而家認真睇清楚，你無名指係唔係比食指仲要長一截？就算只係長少少都算。如果係今日呢堂課，你一定要聽完整，因為我要話俾你知，行就開心。你一世人有3段緣分係注定避唔開。亦都唔係宮位，係上天一早寫喺你手掌上面嘅一張字條，只不過你一直冇讀懂。我哋老祖宗留低一句說話：生有傷咧，皆因我哋身上每一隻手指嘅長短都唔係隨便生，全部都有前因。呢隻手指平時最唔起眼，做嘢派唔上大用場，揸筷子只係配角。大家諗下，全世界無論東方人定西方人結婚戴戒指，點解偏偏要套喺無名指？西方古人相信無名指有一條愛之脈，直通心臟。我哋中醫話，4隻手指行3焦經，3焦經連，心包主血脈主情緒。兩種文化路線唔一樣，但講嘅係同一樣嘢。呢隻手指同一個人一世嘅情緣緊緊相連。同埋正式開始之前，古人常講福由心生，運隨德轉。如果你希望自己同屋企人貴人常伴感情順遂晚年安樂，請向老田吹留低4個字：接福大吉。又唔係開心，亦都麻煩你點亮頻道旁邊嘅小洞撳一撳。正月等你打低呢4個字，撳實訂閱嗰一刻，你嘅心念已經開始同呢份福氣聯繫埋一齊。好，我哋正式開始，係冇善緣絕處逢生嘅貴人緣，無名指像過食指嘅人，無名指像過食指嘅人，今生注定會經歷3段截然不同嘅緣分。先講第一段緣，叫做絕處逢生嘅貴人緣。懷又開心，你心入面想象中嘅貴人係點樣？好多人腦海入面嘅貴人係成日請你食大餐，借錢俾你唔使還嘅人。我話俾你知，呢啲唔叫貴人，只係酒肉朋友。真正嘅貴人係你人生跌到最低谷，俾朋友出賣，俾親人背叛，差啲家破人亡。你覺得自己一世已經完咗半隻腳，踏出懸崖邊就響嗰個瞬間，懷又開心，就唔知從邊度伸過嗰一隻手硬生，將你從鬼門關前面拉返轉頭。我講一個真實發生過嘅故事。台北有一間五金廠，老闆姓周，我哋叫佢老周。埋咗老周為人忠厚老實，最大特徵就係無名指特別長。老周有一個由細玩到大嘅結拜兄弟2人，好到老周將工廠財務、印銅、存摺全部交俾呢個兄弟看管。埋實可講，從來唔睇一眼。結果呢個兄弟喺外面抵薄欠落一大筆債，佢設下一個假投資圈套，將老周工廠周轉資金連同物業抵押嘅款項全部掏空，連夜帶住錢走咗去東南亞，還有開心，從此杳無音訊。等到老周發現嘅時候，工廠戶口剩低唔夠200蚊，而佢身上諗住5000幾萬嘅財務公司債務。嗰段時間老周家簡直如同地獄，公司日日上門拍門追債，太太每日縮喺角落喊，2個讀中學嘅細路驚到唔敢返學，聽到門立聲就發抖。老周去報警，警員話人走咗去外地，好難拘捕。有開心，揾律師搖頭話呢單官司冇死損，揾親戚借錢，3戶親戚全部唔肯出手，揾銀行評估風險過高，拒絕借貸。佢心入面諗，老周一世從來冇做過半件傷天害理嘅事，點解上天要咁樣對待我？佢越諗越走唔出陰霾小。1個星期瘦咗近10公斤。有一日深夜，佢趁太太同細路都瞓晒，還又開心，偷偷攞車鎖，一個人揸車去到北海岸。佢行到防波堤上面，望住漆黑一片嘅大海，眼淚不停流，心入面諗，如果我走咗太太同細路，放棄繼承財務，起碼仲有生路。就響佢一隻腳墊空嘅嗰一刻，旁邊傳來一把沙嬸聲音：後生呢罐
送啤酒請你飲米酒飲多咗一陣，跳落海，海水入喉會更難受。唯有開心。老周轉頭一望，漆黑入面坐咗着白色背心帶破竹粒嘅伯爺，手入面揸住冬乾。伯爺行過嚟，將啤酒塞落佢手，指住大海話：你睇呢啲海浪，唯有開心。而家退潮退得好低，聽日朝早佢始終會漲返上嚟。你今日一跳落去就解脫，但你太太同細路嘅眼淚永遠都唔會乾。錢冇咗，可以再賺命冇咗。唔係，我開心，你只係一個將爛偷子掉俾女人嘅懦夫。老周攬實伯爺雙腳，喊足半個鐘頭，喊完之後將自己所有遭遇和盤托出佢慢慢，估唔到半夜着涉住殘舊背心嘅伯爺，係台北一間頂級金融集團退休副總裁，響金融界打滾30年。佢睇過老周嘅合約同時報，一眼睇出老周係俾人設局陷害。係又開心咧，亦都睇出咧呢間工廠係有發展潛力嘅實業。後來呢位副總裁並冇直接俾老周半分錢，但佢動用自己30年累積落嘅人脈，幫老周揾最專業嘅商業律師。就係不過渡時今，清環高利貸再教老周做債務重組，短短3年時間，老周唔單止清環所有債務工廠規模，仲擴張多1倍。每逢佳節，係開心，睇老周一定親自上門探望呢位伯爺，將佢當親生，即似咗一樣孝順伯爺入院睇病。老周太太親自去醫院煲湯照料咧，先至叫做識得感恩，同埋開心咧，先至叫做接住屬於自己嘅福報。不過貴人會唔會再次出現，取決於你能唔能夠接住呢份緣分。啲段完刻骨銘心嘅情緣，跟住講第二段完啦，還有開心。呢段緣分係最令我心痛嘅一段，叫做刻骨銘心嘅情緣。而家我問你一句說話，你唔使講出口，心入面答我就得。係開心，你呢一世係唔係總係覺得感情上面特別辛苦，特別容易受傷，覺得自己將成個心掏晒俾人，最後卻俾人渣塌。如果你無名指像個食指，10個人入面有8個都會點頭認同。點解呢隻手指特別長嘅人對世間萬事萬物嘅感受力遠遠超過普通人？人哋對你少少好，恨不得將自己條命都俾人。人哋講一句溫暖說話，你會記幾十年；可一旦受到傷害，嗰種痛楚會刻入骨頭，幾十年都無法忘記。係你最大優點，同時亦都係你最大弱點。市面上面有啲人見到呢種掌紋就亂講，桃花雜亂，一世感情唔順，呢啲只係胡說八道，有欠有償。你今生遇見嗰個令你愛到死心塌地又痛到撕心裂肺嘅人，並非偶然，係你哋兩人之間仲有一筆未清嘅情債。你帶住呢根長無名指降世，為咗結呢段前塵恩怨。前幾年有位60歲嘅林大姐，俾個女又咪喺60歲揾我睇相，一入門面色暗沉，兩個發青，成個人瘦到雙眼無神，係長期心事鬱結積壓出嚟嘅氣息。佢坐低實心口話：師傅，我每晚都瞓唔着，心口好似壓住一塊大石，透唔到氣。去醫院做晒檢查，醫生都話心臟冇任何問題。我係唔係生咗怪病？我叫佢伸出雙手冒名，只比食指高出整整1截。我問佢：林大姐，你唔好講身邊度唔舒服，直接話俾我知，你屋企先生最近又發生咗咩事？林大姐一聽眼淚，即刻傾踵而下，喊到成個身體不停震動。原來佢先生係一個敗家之人，年輕時沉迷賭博，賣開心，贏錢就趾高氣揚，輸錢返屋企就亂掟物件，逼佢攞錢填數。中年之後又喺外面結識異性，俾人上門追討私藏開支。林大姐為咗細路，為咗體面，30年嚟每日外出打工，幫佢清還一筆又一筆。債務幫佢收拾無數爛攤子，佢唔知幫佢掟咗多少金錢啊！大半世人活得好似佢嘅影子，佢嘅錢櫃，唔似係佢真正太太。佢心入面恨唔恨，恨到咬牙切齒，但佢始終無法抽身離開。有一年除夕細路唔喺屋企，佢先生輸光金錢返屋企，大聲責罵佢一個人坐響廚房對住一枱冇人動筷嘅團年飯，喊到天光，心入面諗
咁夠晒啦，聽日就走。結果第二日朝早，先生跪響佢床前話：你一走，咪開心我就唔活啦。佢心入面硬起嘅心腸即刻軟返。就咁樣，俾咗幾百次最後一次機會，30年嘅折磨，先變成當時班廢嘅樣子。佢喊住問我：師父，又開心，我前世到底做過咩傷天害理嘅事？點解我永遠都放唔低佢？我話：林大姐，你唔係命苦，只係執迷不悟。你以為你而家對佢心軟就係愛嗎？開心呢啲唔叫愛，只係還債。你前世欠低呢位先生一筆無法償還嘅情債，所以今生無名指先會象成咁帶住呢個印記過嚟還債。但30年嘅猜慕，還咗開心，亦都足夠償還完畢。你而家唔再欠佢，你只係欠低你自己，情債未了，輪迴不斷，你每日怨恨佢，委屈死一世。呢股怨氣會將你哋牢牢冚定一齊。今世被佢折磨到離世，下一世亦都會跟住呢股怨氣準確無誤再次遇見佢，再次嫁俾佢，再次被佢欺騙，生生世世無休無止。林大姐聽完眼淚突然停低，佢沉默咗好長一段時間先至抬頭，眼神入面嘅執念完全變像。佢平靜地問：咁我應該點樣做？唔係哭喊住問，只係淡然尋求解法。我話好簡單，學識放下，由今日開始，唔好再將佢當成先生看待，只係當咗一位前世欠債之人，唔好存愛，亦都唔好存恨，用旁觀者睇戲嘅心態看待佢所有行為。還有佢發脾氣，你只係安靜望住，內心唔起半分波生，將所有注意力收回，擺返響自己身上。你剩低嘅下半世係屬於你自己，唔係屬於佢。開半年之後，林大姐再次過嚟講，成個人容光煥發，重咗5公斤。佢話俾我知，佢先生後來中風半身不遂，佢並冇一走了之，每日如同照料陌生病人一樣照顧佢，反轉身更換衣物，內心再也只有半分怨恨。佢話我而家望住佢，只會覺得佢好可憐，除此之外再冇其他情緒。佢只係清還完一筆情債。沉默。因人自然活得自在解脫。第3段冥冥之中嘅使命，講完貴人緣同情緣，跟住第3段緣分就係你呢一世降世究竟要完成咩事，叫做冥冥之中嘅使命。好多人以為人活一世只係年輕時賺錢置業，年老之後烏孫享樂，其他人可以咁樣過，但無名指像個食指嘅人，你哋唔得。你帶住呢個獨特嘅印記投胎，唔單止只係為咗自己，你靈魂深處背負住一門需要完成嘅功課。使命唔係要求你做大大烈烈嘅大事，有啲人注定過嚟守護整個家族，有啲人過嚟照料一位需要陪伴嘅親人，有啲人喺紅塵入面默默為黑暗之中受苦之人點一梳明燈。台北萬華有一條舊巷，有一下阿母突然爆發大火，陳家廚房一路燒到客廳，成條街巷嘅街坊全部爭相走避。所有人都清楚陳家入面有2位70幾歲行動不便嘅長者，但火勢太猛，冇人夠膽接反。響所有人四散逃難嘅時候，有一個人反向火場衝過號，佢用外套遮住口鼻，彎腰衝入濃煙烈火之中。呢個人叫做阿明，深巷入面冇幾個人看得起佢，身材矮小，膚色又黑，小學畢業就外出打工住響街巷，最細間屋逢年過節只會縮響角落，就冇人願意同佢傾偈。陳家太太曾經私下講過，阿明呢個人一世只係襯托其他人嘅配角。嗰日阿明衝入火場濃煙，漆黑到完全睇唔到前路。佢貼實牆身摸到大婆婆，將佢扶實拖到門口，交俾外面街坊，轉身再次衝回火場。外面有人大聲呼喊：阿明你唔好命啦！佢完全冇回頭，將老先生扶出火場嗰一刻，佢手臂同後背大面積燒傷。陳老闆趕返屋企，見到雙親企喺救車旁，雙手震動問你哋點樣走出火場。老先生抬起手指住咗響地上嘅阿明。陳老闆望住阿明，佢手臂重滿紗布，靠實牆低頭唔抬眼望陳老闆，亦都唔講半句說話。陳老闆企響原地，喉嚨哽咽，講唔出聲。
佢回想起每次經過阿明門口，只係淡淡點頭打招呼，眼光從來唔會向佢身上停留多過1秒。嗰晚響醫院先係阿明開口：陳老闆，你爹媽人好好。哇，又開心。以前我買好多雜貨，雙手攬唔切，你媽見到都會叫我入屋放低，飲杯水再走。就係呢一句簡單說話令陳老闆低頭落淚。各位街坊，還又開心。阿明響呢條街巷住咗好多年，從來冇人覺得佢重要，但所有人向外逃走嗰一刻，只有佢逆向衝入火場，唔係因為佢特別勇敢，只係佢心底入面有一份堅持。人需要幫助，佢無法袖手旁觀。呢個就係使命撞響你最自然嘅反應入面撞響，所有人都逃避，唯獨你願意挺身而出嘅。佢一瞬間守護元勳嘅5句金言，3段元勳全部講完，仲有5句說話要交代俾大家，每一句都係透過生老病死體悟出嚟嘅道理。第一，守穩自己內心，善良係你最強嘅氣場。好多人年輕時心地善良，發達之後就覺得善良等於傻，覺得要懂得耍手段先可以贏。佢以為呢啲係成熟，還有開心，實際只係自身福氣不停流失。無論你去到邊個高度，永遠唔好忘記靈魂深處嗰份善良。呢份善良唔代表你軟弱，係你身上最強嘅護身符。第二，同人爭執，你命格所擁有嘅福分遠遠多過其他人。你嘅福分唔係靠爭搶得返，係靠內心善願感召而來。中意爭執嘅人，隨佢哋爭，你退讓一步，上天會響其他方面以身體健康、貴人相助、子孫福利嘅形式10倍補償返俾你。第三，知恩圖報，懂得感恩係你最後一層保護罩。任何人幫過你，就算只係簡單一句提點，都要記響心底，懂得感恩，保護罩會越來越厚。一旦過河拆橋，保護罩就會破損，日後遇到困境就冇人出手相助。第四，有底線嘅善良，面對不停消耗你嘅人，要勇於講，唔好慈悲同軟弱，只係一線之隔。心軟係天生本性，但你要學識分辨邊啲人係真正需要幫助，啲人只係不斷消耗你，對消耗你嘅人勇於拒絕。呢句唔好，唔係冷漠，係處世智慧。第五，掌紋只係先天底本，心地先係真正風水。掌紋再好，都只係前世修行留低嘅底牌。底牌唔會自動召喚福氣，取決於你今生點樣經營自己。內心常存善念，你嘅心就係世間最好嘅風水寶地。還有開心文，連3種福氣流失，好命格亦都要避開嘅3個陷阱。有人心入面會諗，你所講嘅貴人緣、情緣、人生使命，全部都係青年中年時期嘅事。我已經60幾歲，冇乜得到你就有意思嗎？60歲之後先係一生福嚟結算嘅階段。無名指像嘅人去到晚年，如果行對路，就係與自我和解嘅緣分，看透自己一生經歷，放下執念，平靜接受自己嘅人生。但我亦都見過好多長者行錯方向，有3種會令福氣不停流失嘅心態。第一種流失，倚老賣老，將自己過往經歷當成枷鎖，強加俾後輩。無論後輩做咩，都一概否定。久而久之，仔女孫輩唔願意同你傾偈，慢慢疏遠。有智慧嘅長者會將自身經歷化做一打路燈，溫柔照亮後輩前路，佢哋自己前行。第二種流失，將委屈當成廚師，逢人就訴骨，自己年輕時幾多辛酸，其他人點樣低待自己仔女過嚟探訪，唔夠10分鐘就開始傾訴舊時委屈，時間一長，仔女減少探訪，嗰股怨氣首先會令氣息變差，跟住影響睡眠，最後損傷身體。委屈唔係儲蓄寶，學識放下，先係長者最好嘅養生之道。第三種流失，死死鑽實金錢，以為金錢先係安全感來源，你緊緊抱住財產唔肯放手，只係因為內心充滿恐懼，唔相信上天會繼續庇護你。你越執着金錢財富，反而越難守穩，身邊親人亦都會越疏離。真正懂得晚年積福嘅長者，該使用嘅金錢大方使用，適當分潤身邊人，心胸放寬一寸，自身福氣就厚實10分。而家你低頭再次望一眼自己雙手，
呢根長無名指就你前世累積落嘅底氣，係上天贈送俾你嘅先天底牌，係要開心。但底牌唔會自動過換福運，最終取於你今生點樣經營自己啊！掌紋只係上天給予你的先天條件，剩低一半人生福氣，全憑你自己經營。今日分享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接福大吉。願由今日開始貴人常伴左右，感情順遂美滿，晚年安樂長壽，福氣綿延不絕。係開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